韩星宋仲基、宋慧乔拍摄韩剧《太阳的后裔》，擦出火花，在2017年步入礼堂，但现在却被爆料双宋 CP 婚变，指宋慧乔大动作删除 Instagram 上的照片，一名疑似第三者的照片也曝光，传言这名第三者要跟宋仲基共筑爱巢。大陆微博爆料，指宋仲基疑似与一名造型师交好，两人有共筑爱巢的举动。宋仲基更对宋慧乔冷暴力，让宋慧乔多次在深夜删除 IG 照片，还取消关注宋仲基。然而，实际到宋慧乔 Instagram 看，宋慧乔并未删除结婚照、日常恩爱照及定情做宣传照等，被外界认为这是网络谣言。但爆料方又解释，明星公开的 IG 本来就是给大众和粉丝看的，他现在能轻易删除那些结婚照吗？接着起底第三者造型师，曝光第三者照片外，更说他本来就认识宋慧乔，与宋慧乔交情不错，但宋慧乔似乎不知道第三者身份，再度掀起热议。不过大批网友不认同，对于非首次的婚变传闻不以为意，表示宋慧乔本就会不定期删减 IG 照片，何况两人开拍新剧时，宋慧乔还去探班宋仲基，认为婚变几率很小，只是网络不实谣言，这才结婚多久，怎么可能？大家想象力太丰富了吧。